清水区公所利用稻仔休耕的期间，打造着缤纷的花海，表现地方的特色。几大片的日头花海，互人看到心情真清爽。为了打造地方的特色，清水区公所利用稻作休耕的期间，打造清水花海，有真个大人囡仔专工来赏花。哦，心情很好啊，对啊，很漂亮，很好，越开越好了。越开越大，越漂亮了。很开心，每年都有这个花海可以欣赏。除了有花海通欣赏以外，在地里长嘛用土割一只牛，让游客感觉真趣味。好，我就跟区长说，我要赞助一头水牛，所以就在那边做了一头水牛在田里。公所表示讲，除了镇正路差不多2公顷的日头花海以外，伫清水灌村文化园区，嘛有1公顷外的波斯菊花海，这个花期会当维持到元宵后，爱赏花乡亲会当去欣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